后来乡亲啊，线来看这个罗山的温泉区对外嘛拢长路，有100外游客甲居民调伫内底，有这个红婴仔、有囡仔、有老人。为着要互因会当赶紧来撤离，早起消防局是架3条的索啊，用吊挂的方式，甲其中55个民众救出来，有2个佫是还未渡济红婴仔。这个红婴仔，互大人排离的行程，天离的软桥面顶吊过河，因为下骹溪水真串流，场面是惊险万分，加在最后拢顺利过河了。阿未搬到这红婴仔去互阿嬷爱伫眼镜内底，倒伫软桥用绳啊甲吊过河，红婴仔的头是夹了悬，看起来真好奇。唔那爱渡过路路又搁串流的河水，再着2个人的软桥，就爱搁为厝顶的顶管通过，看起来非常的惊险。好在在伫救援队甲消防员的拍拼之下，阿嬷参红婴仔顺利过河。我的孙子，还有一个在那边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在那边哦。他过来嘛？对啊。因为也有一个查某囝伫对方，老母无法度帮轻松。买手机。一直到2个囡仔拢顺利过河，老母才总算放心。再来又甲一个红婴仔，互老母抱咧顺利过河。一度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包括小婴儿的，就是没有奶粉啊。对啊。南投罗山的温泉区因为大雨造成道路断去，就把游客甲居民拢未过，其中除了无满渡济红婴仔，也阁有老人囡仔。消防局设置3条索啊救人，不过这个杨先生参别人无共款，伊是要调入去灾区内底，因为伊是一个怪手的司机，要亲身去当地抢修道路。会不会紧张？不会，不会啊。杨先生家己是袂烦恼，不过伊的家后却是操心被拔。一定会的啊。是哦。啊，所以特地来陪他过去这样子。因为也是要抢修啊。抢修哦。消防局讲，包括2个红婴仔，10个12岁以下幼囡仔，加上有直升机到3共救援，估计会当协助50个人脱离困境。不过当地也是有51个人无愿意脱离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